我赶紧离开这，我算到三，若无你就真歹看。我算到三，我的舞步顶到出名会讲有名声。我算到三，上好赶紧离开这，我算到三，若无你就真歹看。我算到三，我的歌声顶到出名会讲有名声。甲我甲舞也是来甲车，就想让你一半。免唱啥我拢唔惊，你去探听我是第一名。小雨妹妹舞步上拍，一两三四就已经赢。小雨妹妹人的上拍 ，Super Super Superstar。小雨妹妹手舞上拍，一两三四你就会惊。小雨妹妹行情上拍 ，Super Super Superstar。小雨妹妹舞步上拍，一两三四就已经赢。小雨妹妹人的上拍 ，Super Super Superstar。小雨妹妹手舞上拍，一两三四就已经赢。小雨妹妹行情上拍 ，Super Super Superstar。来，小雨，老师好。你选的这首歌呛声，有呛，舞蹈也很呛，然后呢，唱歌的 c u s y 我都觉得，对我来讲，我对于小雨的评分，我希望它更高，因为你唱的是为头到尾，让我感觉就是真顺。可是我总觉得你可以更厉害，你会当出现厉害这两字。唔是干那顺尔，哦，我总感觉应该安尼，所以当然这个还有进步的空间，可是我觉得不简单了，非常不简单了。我觉得真的今天3位我都觉得很欣赏，因为唱跳真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很大很难以突破的啦，很多歌手都难以突破的，你们真的都很棒。谢谢老师。小雨，你有学过舞蹈吗？其实没有。没有吗？对。哦，可是感觉起来，我觉得有那个专业的水准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对，然后你整体的表现啊，就是整个舞台感觉都非常的完整啊，非常好。哦，但是就像刚刚雅文老师讲的哈，我们对你会有更高的期待，就是再让我们更 surprise 一点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